Miss 馮係中學教師，今年擔任中一班主任。近嚟一位高危同事同班上一位高危學生交織精神健康嘅啟示。同事係希如，今年入職嘅年輕教師。上星期我講過佢嘅故事，簡單嚟講，佢患有抑鬱症，不久之前自殺未遂，住院1個星期之後返學校做嘢。某日機緣巧合之下，同 Miss 馮分享佢嘅狀況同心境。希如嘅高危在於曾經有自殺念頭，獲救之後抑鬱症仍然纏繞佢。另一名重要人物係 Miss 馮嘅學生，就讀中一12歲嘅女仔阿詩，佢同媽媽同住一個劏房單位，有一位同父異母嘅哥哥，從來未見面，又有一位同母異父嘅家姐，曾經同阿詩激烈爭吵同埋打交，而家已經離家出走。父母已經離異，阿詩極少同爸爸見面。據阿詩反映，媽媽返工幾辛苦嘅，有時要聽佢訴苦，一講可以講成個鐘，仲要求阿詩同佢按摩。阿詩同媽媽3年前由四川嚟到香港，頭腦幾好，學業都仲得嘅，為人陰沉，交友唔多。難得班上有個投契嘅朋友，兩個人講咗唔少私事。好友仲同 Miss 馮轉述阿詩嘅其他狀況，佢欲言又止咁樣講。阿詩媽媽有時會帶男人返屋企做啲阿詩唔想睇嘅嘢，注意佢哋居住喺劏房。某日學校社工透過通訊程式向 Miss 馮傳嚟短信，話阿詩有輕生嘅念頭。當時已經係夜晚， Miss 馮就睇下第2日阿詩嘅情況點樣。朝頭早 Miss 馮見阿詩缺席，媽媽幫佢請假，話佢病咗瞓喺床度，自己就要趕住返工。Miss 馮即刻打電話俾阿詩，只係聽見佢氣若游絲，係咁講難以銜接嘅說話，多次話都係我搞出嚟嘅，生命冇意義，又表達想終止一切嘅意思。Miss 馮察覺勢色唔對，一面保持同阿詩通話，應答一啲9唔搭8嘅說話拖延佢，一面向輔導主任傳紙仔。輔導主任聽到之後，連同學校社工趕到阿詩屋企。嗰時 Miss 馮從阿詩嘅話得知，佢已經行咗上大廈天台，嚇到背脊流汗，只係講啲更加語無倫次嘅說話。冇幾耐，阿詩就問：點解老師同社工嚟咗呢度嘅？然後反向飛奔返屋企，鎖埋道門，擾攘好耐，卒之將阿詩送去醫院，總算制止佢傷害自己。危機稍為平復，阿詩嘅最新狀況由輔導主任同埋社工跟進。Miss 馮即刻諗起尋求有經驗人士協助，嗰個人就係上文提及曾經嘗試輕生嘅希如。原來希如已經完成心理急救課程，裏面包含應對意圖自殺嘅人嘅方法，加上佢嘅個人經歷，可以話理論同實踐兼備啦。聽到 Miss 馮講呢件事嘅大概，希如轉頭就由學校圖書館借嚟2本書，都係援助企圖自殺者嘅實務手冊。Miss 馮從中獲得實際提示。希如同阿詩只要跨前一步就墮入死亡嘅深淵，佢哋往後狀況係點難以預料。事件截至目前為止反映幾樣值得注意嘅事項。第一，阿詩嘅家庭背景複雜，不論喺家庭關係、經濟、社區結連都處於弱勢，同時內心充滿自責、絕望。呢啲同父母一代嘅紊亂關係有莫大關係。父母嘅錯亂影響阿詩嘅一代。呢類家庭雖然唔係多數，但係都唔係罕見。眾多家庭問題構成社會問題。第二，希如任職中學教師，係經常面對青少年嘅崗位。自殺未遂冇耐，佢嘅精神健康仍然急需獲得照顧，而家又跑去前線執行職務。佢甚至已經完成心理急救課程，可以話理解自殺呢回事，但係似乎冇完全令佢擺脫抑鬱、自殘呢啲陰影。好一批人自問要更好處理情緒，於是進修輔導、心理學等近年流行處理心性嘅學問，成效係點，未必有人可以了解。如果嗰啲途徑並未取得理想結果，幫助佢哋走出困局，或者仲要依靠其他出路。第三，希如雖然仍然受抑鬱症困擾，但係佢仍然用未足健全嘅狀態援助學生，向 Miss 馮提供實在嘅知識。長年以嚟，學界似乎有一項共識，就係助人者一定要維持身體、情緒、認知嘅健全，先至可以提供協助。如果唔係，助人者本身都會遭受危害。氧氣罩類比可以說明呢條金科玉律。
假使進入火場嘅消防員只有一個氧氣罩，佢救出傷者，喺濃煙密布嘅災場將氧氣罩讓俾傷者，自己就吸入濃煙暈倒，最終兩個人都會葬身火海。咁樣嘅教訓非常有道理，幾經學界檢驗，常人似乎冇得講啲乜嘢。值得細想嘅係乜嘢叫健全？健全嘅界線劃喺邊度？提供協助嘅性質有幾廣同埋深？按一般理解，希如嘅精神狀態唔健全，但係佢二話不說就向驚魂未定嘅 Miss 鳳介紹合用嘅書籍，有助解除危機。比起好多精神健全嘅人，仲要積極爽快。憑藉佢嘅知識同切身經歷，如果佢係亞斯嘅班主任，先唔講最埋身嘅輔導，參與次一級嘅守望工作亦屬可行。呢次援助嘅經驗會唔會令希如自覺作出貢獻，係有用嘅人，繼而緩解佢嘅抑鬱，值得觀察。助人者一定要健全，呢條鐵則仍然有反思嘅餘地。喺實際執行工作嘅時候，個人因素仍然有規條未能夠涵蓋嘅地方。呢個故事進而引出兩點，仍然要反思。第一，精神健康已經係普遍存在嘅問題，甚至跨越世代同崗位，好一部分難以解決。第二，近年香港人中意精神上嘅療傷輔導有盛行，對於個人內心情感嘅探究有前所未有嘅興趣，甚至將診斷性詞彙化為日常用語。但係人心靈嘅複雜仍然有我哋未知嘅領域，前人指稱嘅律則有幾適用，繼而導向各人，尤其係真正有待治療嘅人，享有健全生活，值得持續探索。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Patreon 或者 Substack 實質支持，等我哋走得更遠。下條片再見。